从日治时期的保公学校一路发展至今，丽人国小创校已经有128年历史。这回透过史料、图像与故事，出版新书《翻阅保公学校》，不仅完整呈现校史脉络，也介绍校内特色团队，包括美术班、棒球队与弦乐团。那公学校是以前我们台湾人在地的台湾的一些乡亲民众在就读的一些学校。那保单名一个保啦丽人国小的前身是在水仙宫那因为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之后才迁到我们现在西门路3段41号的丽人国小这个县址。一走进校园，门口的建筑就是市定古迹忠孝楼，里面仍然保留日治时期象征神圣天皇的空间奉安室，还有教育敕语与天皇御笔文件，是台湾近代教育的珍贵现场。发表会也用多元的方式让历史活起来，结合 AI 影片，让内容更加生动。另外，更请到校友回母校分享。里面非常精简的把很多的重点都能列出来，也反映了整个丽人国小在过去128年的发展的历程里面的一些轨迹。我现在是丽人国小的教务主任，那我对丽人有非常浓厚的情感，因为我的阿嬷、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儿子都是丽人国小毕业的。那这一次很幸运的可以和校长共编这一本《翻阅保公学校》这本书。一家4代都是从丽人国小毕业，以翻阅保公学校为桥梁，让历史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推动古迹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里程碑，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深化对家乡的认同。记者周怀谈的报道。